州是呀个他那的呢，那么多了的呢，上档次。咱这打说这罗他都在说这个，弄到说档次呀，都说要让他的说这，即使婆婆老妈都是对南去的脚下不的。然后为了要解决这些鬼神造成的问题、造成的吉凶，所以我们要供养这些鬼神。在古代的藏地就有了这样的习俗，就是做清净烟供，就我们一般讲的烟供，然后晚上呢做焦烟烟供，做供养鬼神的方式。这些方式本来是藏民特有的，后来被纳入了佛法的体系当中来。哦，等你说说个刚有没哈马个不一样呀？咱这是话这个上面来个是个有节的，第就这了的呢，来看这是一个的，上面等你他说这说是呀，就要当怎么得了脱米的对了呗。所以虽然我们并没有办法确切的指出鬼神做了什么，相关的证据我们举不出来，可是我们认为人的吉凶祸福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要供养鬼神，我们要去祭拜他们，我要对他做了一些什么，才有了那种种的法事。这样子的执着心，我们就称它叫做无爱魔。听这个的呢，咱这个是当这个偏路别张么，对那的他把的路别张么，搞的这个。啊，这里不过穷穷个告诉财务当差价多吧，都说的这有些人这三周的三的去年做泡面，我偷的这个多不那个说的我这错老的，但这水嘛说啊，大家不说是干的老个有。所以呢，我们在搞不清楚这鬼神带来的到底是利弊吉凶的情况之下，我们非常的执着的他们。比方说，像我们小时候在家乡，总是认为那个黑黢黢的地方，或者是空旷的一些比较荒芜的地方，那边一定有鬼。所以到了那边的时候呢，就开始非常的紧张，然后呢，眯着眼睛，然后就是边哭边走了过去。然后过去以后没什么事，就觉得说哦被放过一马。呢，不过穷穷人们都，他这个自当的有那没钱那样，他呢，我呢刚刚这个呢。不仅是小孩子会有这样子的恐惧，就算是成年人了，也是蛮受这些鬼神给影响的。我是把家个阿妈些有的确的种数多。我认识一个印度的妇人，她的先生已经去世了。没让个去了的很多人。这个妇女她的信仰是印度教。但你没打扮，但你看个干了，我都是的，没去过的了，别没亚拉不上过去有些。但你老王叔亲不，没喊的哇，王叔亲不要了，他第七送的是，我没要过的，看谁的可七送的是呢，打扮的老王叔亲不了，这把啥呢？我的个。那当然，他很相信印度教的神嘛，他们主要供奉的是大自在天。他觉得他先生是一个，就是过世的亡夫是一个非常人格高尚的人。他在他先生去世以后，他就想说，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大自在天给带走了呢？结果他就非常的抱怨大自在天怎么把他先生带走。那家个经过嘛的，婆婆都说大熊呢，你们做了出去写到要嘛啦。大怕酒呢，没得嘛，但吃什么样呢？我那是那大呢，但那嘛没小的，大老个的，但那这有的这个大桌呢，没得大的吃什么的，现在起码的，但那没得种肉么，那俺咋这个的？大熊的肉了，我那是大怕子肉的生气了，可没嘛啥吃的了，大怕子酒过呀，但这个老把热的，大点点，但那这有的是起码照囊这个的。同样的。在藏地也这种事情也是不胜枚举的，比方说藏人常常骑马嘛，那马是畜生，所以他呢也会有那种就到处乱走、不听使唤的情况。当他就是所以在骑士骑马的时候，难免会发生从马上跌落，然后被马摔死，或者是被马给踩过这种意外事件。照理说这是一个很平常的自然事件，但是人们总会把它解释成这一定是鬼在作祟，然后就开始对这件事情做了很多文章。他我不我说讲这把南京些个，我不是讲买不赢呢，三个这把的个平农个，学全部谁呢？好完了，其实一个就是不差呢，带了透明的对，是蛮大不来。所以呢，这个无爱的意思就是，它不像是外在的物质是有阻碍性的，
比方说墙像门，它会有阻碍性，这是外在的物质。但是我们心里面创造出来了一些吉凶祸福的概念，这样的利弊得失的概念，是我们心里面创造出来的，它不是物质性的，所以叫做无碍。而这样子的观念会让我们被拘束在轮回当中，所以叫做魔。第的呢，马杰老中跟南多得了，南是那么也为南的呢，你把的修着呢，他是把各种的都这样的学应的。所以呢，马吉拉尊他为我们分析的4种分别念当中的前面2种魔，我们已经讲完了，我们再来讲第3个，叫做欢喜魔。那各种个都这样的样的嘎他球呢，来个些要不照用着。没嘎他球呢，但是没得看才修强着不着？像为什么叫欢喜魔呢？像有时候有些人他事情成功、大功告成的时候，他喜出望外，有那样子的一种肢体表现，我们看起来都是非常欢喜的样子。那参啊，做从家，把们个去的从家，从咱们的从呢，白下白，马不头有没那个说了。没得的呢，钱呢学着多啊，嘎他去。穷人呢，的呢没得被搞我瞧的，俺讲着我钱呢，怕他都没入过的，你们这个人，你们都那个，这谁当，给这谁当，西干就话都说，等，那些技术什么的，我上着我现在嘎他去的就话特别多。像有些人他获得了一些意外的，获得一些财富，比方说他经商成功，然后得到了很多的财富的时候。他的态度啊，还有他的表情啊，就完全的转了一个样子，可能变得不可一世啊，变得非常的傲慢。他本来的性情啊，或者他待人处事的风格，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就好像是兴奋过了头一样。我们这些都是会看得到的。拉巴的呢，俺说去吧的时候，他们的呢去拆王明当拆当嘛的说学，说是讲的呢，刚头他们年龄的谁的。至于一些所谓的佛法修行人，当他们遇到了上师，遇到了教法，学了法以后，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修持之后，年龄谁不那个是了，sem je的呢就话的，对就当不得，怎么着问就话的是当过了，第种些了的呢，sem 跟着当嘛着话当，样的没啷嘛着话当呀当，样的绿 sem 个出当的是嘛着我些接个啊。当他做了这些所谓的佛法实修之后，他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转变呢？他就像前面所说，得到钱财以后你会有转变，实修以后你也会有一些转变。比方说，要么你觉得心态好像不一样了，或者呢身心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变化，还是有一些梦，这些好像都是会发生的。那今年告诉了，他啊，东西多送，他公鸡那么恰送。大俺了，我写的郑州有啥的，上让我写个白着呢，生的高，通破着我掐的。这个时候，修行人就容易喜出望外了，想说哦，看来我真悟空性了，看来呢我要变成一个了不起的修行人了，我要当上师了，看来呢我马上就可以有神通神变。这时候就会因为这些事情而感到非常的欢喜。啊，他说了，但是如果有个就说爸爸跟他的没去那么家人了的，人工我当呢，去怎么当？给家的说，俺就看你就写嘛，他把都说写他把掐呢，那么怎么唱呢？别看他刚才做不多。然后呢，就开始要搞一些道貌岸然的事情了，比方说妄说上人法，那就开始讲说自己有如何的道相功德，过去根本不敢启齿的话都讲得出来，然后呢就开始假装自己是上师。就来个要不这帮着我当呢，样呢说了六三个错啊，对我基本着我些基本，第了个，这个俺家的鸡呢，来个让人过了，我给的过了不跟来个咱们的马包些谁呢？可完了几个月了，第种些了的呢，对了个就对，西面打过来。所以像前面所讲的，你在事业方面的成功，对于这样的成功的一种喜滋滋的心态，或者说像在修行过程当中，身心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然后你对这些感受
非常的在意，非常的喜欢，对，认为他们是很好的。这一切所谓的正向的事物，你非常执着着它，最终还是会把你束缚在轮回当中，所以我们称它叫做欢喜魔。他第一个那么多业呢，你送的修他呢，他们一把，但呢，你们自己对谁啊？对修业。讲完了4魔当中的前3魔之后，我们要讲第4个傲慢魔。但呢，你们自己对谁啊？对呢，他没嘛着我怎么对嘛？都把个懂得当真谁啊？上不落地了，你们自己对谁吧嘞？所谓的傲慢魔，实际上它只是一个不同的名词。我们比较清楚的名词就是我执。总而言之，它就是指说有一个自我在那边的心态。本来的呢，当俺是吧？的呢，本来的呢，俺台湾的本的呢是啥家党，那个么？但你西个觉得我们都说要不嘞，上是吧？些给这些位呢，突然就拉上哦，俺是弄罢了，大家有了什么，俺是吧？给拉上，但你一来就可用为止。比方说，我今天来到这边，高度赞叹了台湾这个地方地灵人杰，然后呢，大家马上说哦，他在说我们的地方，我们的人呢，那个我们就开始出发了。你开始对了，过多把些呢，俺都叫印象些个给家的些问啊，可能的那用的，俺这弄罢了，那看着些人拉过来是，拉上俺上不落些可用的。然后，如果我在这边开始批评台湾的，你们马上就想说，这个外来的凭什么说我们的地方不好？然后呢，这个我又开始作用。他可能是一个的呢，别呢，我拉嘛，我去做，我个的呢别想，我看把那些啊，上把去落了去，他对人那样有对吧？对了，他呢打死了嘞。同样的。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执着着我的上司、我的中心、我的钱财、我的房子什么什么的，我们跟这些的连结都是来自于有一个自我存在的概念作为前提的。我呢，的呢，俺谁呀的，家里的搞完了要的是呢，这家是这边人呢，那呢要的，那的也的呢，人谁话些个，东亚的早晚你的一个嘛的。可是真正讲起来，到底自我是什么？它从何而来？能不能够明确的指出这个就是自我？能够明确认识这个就是自我？能够做到这样子吗？谁也做不到。也那样的呢，3个重要的大啊，少把些有上的，的呢，俺让跟推说的呢啦，的呢现价节的。俺让个老人把啥的了，俺让个老人没把啥的呢啦，等你写当节呢，俺是不跟着当地个恰当个，等你来个忙不，些事情有不着。虽然我们根本摸不着头绪，到底这个自我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因为心会执着，所以还是把它塑造了自我确实存在的那样子的样貌。由于认为自我确实存在，所以对于自己感到悦意、感到欢喜的事物，就会有贪着心；对于反感、不喜欢的事物，就有一种厌烦心或者是嗔心。在这样子的贪嗔作用之下，我们就做了很多的事情。第一个的呢啊，上不怎么的呢了？的呢，恰当个往个来啥？的呢，来个往个可完了讲呢，他把托的呢，他把投票嘛嘞，第一种进来的呢，那了你们自己都基本没打败嘞。所以，当我们认为着自我是存在，然后这样子执着着自我的时候，就产生了进一步的就会产生了贪跟嗔。由于贪嗔的缘故，就会造业，造业就会创造出轮回。因为困于轮回不得解脱，所以叫做魔。我们称这样子的我执叫做傲慢魔的原因在此。他呢，第一个他那么多一波的修着送啊，那么多一波的修着吧一。所以以上就跟大家报告了什么叫做4种分别念。
第一个那么多把一波的你啦，的你热的现在热巴个大件事吧也呢，三个怕现场个网个的你大一把马多把个，我呢那里是话是两把这把买把新呢，怎么的多把多是的那多把因为经济呢，第呢就是被买大把的。所以，对于这些分别念，如果我们能够透过逻辑加以检视它们的话，会发现这些分别念无非只是我们心里面一种执着倾向，给它附贴的标签而已。我们去假设它确实如此，然后有了这样子的念头，那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么一些可执着的事情。那虽然没有可执着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的把它当真而执着着。怎么样解决这样子的执着心呢？这个解决的方法就叫做断法。第一呢，是把就是活动时呀的学着呢，他一把就是年龄时呀的学呀。以上就讲完了所谓如何去理解断法它的内容，再来谈第四个主题，如何实践断法。但你就是年龄的呢，那是一万送的时呢学呢，但你答得上的什么？我认为透过3种结构来谈断法的实修会比较容易。第一个当波的啦的呢，就个陆军跟没把干的谁有没？这3层是哪3个结构呢？第一个是断法当中的师生法要怎么做？你把的啦的呢，生活中啊是那样的，的呢，东尼干的谁的讲过没？第二个呢是如何去禅修空性。什么的啦的呢，就个我呢年龄进步的干的人把我不是呀。还补充一下，就是禅修空性跟心的本质。再来呢，第3个是如何去实践断法本身。第二呢，当波的呢，陆军是呀的，的呢，呀滚桥当，嘛的呢，罗啊，看送可心情，就说了，金巴当呀，个他呢，当嘛些的。所谓的，首先第一个实修法是师生法，师生法是将身体上供3宝，下施3界6道有情众生的一种法门。你个的呢，当晚的呢，上周什么那么的，大人计划是，上周个生活了，大当一节呢，的呢，心情行动都大同样的，第一个当晚的，第二个多一当晚的。这样子的教法，实际上它的本质是跟显宗里面所讲的菩萨行有关的。菩萨行当中会有所谓的修自他交换的法门，最终是要达到自轻他重的这样子的心态，所以它的本质是来自于自他交换的。本呢，的呢，君主是吧？永续要的，君主上就是没交罢了就罢，君主是不永续。第难路呢，让你个路的滚桥了样，确把谁的破个的是吧？确不能那要的了。这个呢，也的呢，甚至了，金把当个的是吧？要求马吉，你个些要的。比方说，在《入菩萨行论》里面讲到布施的时候，他就讲要做供养跟布施。供养的对象是向上供养3宝，布施的对象是向下记住6道有情众生。所以在《入行论》里面既讲了供养，也讲了布施。因为呀，前边那些药吧的，君主跟那个说了的呢，50，但呢，甚至一个懂得了6斤吧当完的，过去了50跑去高的，是吧？些药的，你那个说了做没办的日本。在入菩萨行论里面虽然有讲到怎么样直接的去从事上供3宝、下施6道众生的这些具体行为，包括了把身体布施给众生的这些修法，虽然有这样子讲，可是它的修法的内容是用一种观想的方式来进行的。但呢，第一个我呢，陆军个没挂得了，但呢，他当不忘修，但呢退休，大概那些些呢，每个人供养别忙我的。你要修
施身法的观想方式的话，首先你要先得到灌顶，然后得到相关的引导，然后它有很繁复很多的观想方式。因为大的那个说了，等你他娘们打丢些，过来那我谁来那我些写下呢，也不弄什么。但是现在这个我们这一堂课，我希望是从一种浅显易懂的、易于实践的方法来跟大家谈施身法的观想。你跟每个人等你呢，等你做的，他俺人跟这是呢，也不弄什么，他做俺人个怎么的？因为样那么干嘛前面是话是那么些说的，第一个是去哪了样？你们点都点着我见到，俺们样每个人在这是呀个路上点。那虽然现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施身法的观修方法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子比较理想、比较好接受，是我自己的一种想法。可是它还是有个来源的，在噶玛恰美仁波切他所写的恰美山法里面就有讲到说，过去有类似的观修方式，所以从山法里面我们可以晓得，过去确实有我现在要跟大家谈的这个法门。现在当然是说啊，这当的呢，旅边可能个每人都说了，的呢，忙不要的是说啊，这当个旅边个都说的呢了。他当然是要的答的我些做俺人个什么的当些先个有些说啊，第一就的刚是那个样子修是呢，其他做答的我多呢，那几答的我蛮多呢。我什么个正把长辈的了，空中学着嘛的，有呢，的呢，我呢旅边个车都是修的，我们要包的。我必须要跟大家反复强调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一般来说有很多种的施身法的观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个人的想法，从我个人想法出发去归纳的一种施身法的修法，比较浅显易懂的方法。为什么我要重复强调这两个观念，特别是后面这个呢？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觉得我的这个简略的修法你可以接受，那你就做吧。如果你不能够接受，你就想说啊，那是他自己的胡诌，他想的，那你就把它放在一边，你不要管它，然后去学一个正统的，去学一个传统的引导，这样子的话是比较理想，所以跟大家强调一下。现在他答地个旅边讲答地个旅边个，但是讲当个每个人的那个写的。所以现在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观想施身法的方法。我说了有对吧？对，跟你律当生意。那我们晓得，我们现在活着就是因为有身跟心两方面嘛。但你生的，你生意有别难的，你生的，但你出去演当也没得教松，什俺人个什么需要的哇？对生的去演当。用起来就怕的是我，出去演的也没得角松上面地带的压，对岸的压。首先，这观想的第一步骤就是在身心当中最心灵的那个部分，你把它想着跟般若智的密意，也就是法界融为一体。但你这上面天天呢，他就个忘学要的，难快过几次，就忘难快过几次忘学的。第难咯，那的呢，没把我都忘个我都需要的。第难咯，那的呢，让个生的难快了，谈难快的出去演的也没掐松上面，但呢，讲价个的是个我都需要的，他地段大的。这个观想的来源是一个灌顶仪轨，是断法的灌顶仪轨，叫做开启虚空门。这个开启虚空门的灌顶仪轨，在传授的灌顶的过程当中，它有一段叫做阐述直指灌顶的意义。在这一段当中呢，他会讲说，观想你的心投入虚空，与虚空相契无别，有这么一段观想。所以我讲说，在这里你想着自己的心跟法界，也就是般若的圣意密意，两者相契，它的来源是刚刚所说的这个观念仪轨。那三圈是谈出去演是谈在了结束，
다 나랑의 여보 루셈이 나한테 주 샘주행의 타임이라 와. 루데 때문에 파식. 나랑 그 루데. 그래 돌아서는 파식. 所以，当我们的心契入或者是融入了法纪之后，这时候身心分开嘛，那么身体在那边就怎么样呢？它就垮下去了。 디 셰이차부 지도라 때니 르데 마초 셰이차부 디 때니 주창의 주 르데 셰인로야의 주창의 주네 근데 야 양산의 본초솜 아 산제다 산제 숨바 바오 칸로 추종수마都是加상다 再来呢，把这个垮下来的身躯就转变成为甘露作为供养物，供养对象是谁呢？就是三宝，然后还有本尊、空行、永富、护法神等这些大众。 근데 단 정산에 맞죠 라당 몰라서 번도와라 이거 심지 지당 다 바다 여러 덴루게 근데 토리 라마트소다 然后呢，此外还有像是六道有情众生，包括了刚刚提到的鬼神，乃至于人道有情等。 근데 독산에 예와다 예다 라소바 단지 됐어 그때 너는 코와다 냥디 용조 그때니 용수 줘봐라 所以呢，上等的供养对象就是诸佛菩萨，然后中等的呢对象就是六道当中的人道有情跟天神，那再来呢下等的就是像地狱道众生这些三个道有情。总而言之，你所布施跟供养的对象是包括在轮回跟涅槃当中的一切一切事物。 근데 찹토버케 근데 도용 주다 들어오자 알아? 근데 차다 군케나 차차 내가 나게 늦어도 오만라 소바 공케나 다 소수가리 너바 얘네야 근데 너번 거 보라 쩌네 观想着这个身躯所转变的甘露，它成为各式各样的供养，包括了色、声、香味、触等的五种妙欲的供养，或者是对方如果喜欢血肉的话，它就转变成为血肉的布施；如果对方喜欢像是牛奶啊、清净洁净的甘露的话呢，它就变成牛奶跟洁净的甘露。随着对方的需要，它就能够相应的提供